日本航空嘅波音777-300ER 到而家仍然係佢長途國際航線嘅主力客機之一。之前我哋就睇過佢哋新款嘅 A350-1000經濟艙，不過其實舊款777上面嘅 Skyrider 座位比 A350嘅仲要大一啲。今日我會由大阪出發，經東京成田轉機去芝加哥，搭嘅就係日航777機型。咁我會順便實測下呢款經濟艙嘅座位，同埋呢12個鐘長途航程嘅實際體驗會係點。由大阪去東京呢程國內線，飛嘅係日航嘅波音737-888，佢哋嘅座位就相對簡單啲，唔似北美嘅 UA 或者 Delta 咁，每個位都仲配備個人螢幕。不過呢段航班都只係大約1個鐘左右，最緊要係有效率，因為落地成田之後需要重新過一次安檢同埋做出境手續。咁我今次其實只有大約60分鐘嘅轉機時間，由於機場人流比預期仲多，去到閘口嗰陣都已經開始登機，所以如果大家喺日本經國內線轉國際線，真係要預返至少90分鐘先會穩陣啲。咁而家就一齊登機睇下日航嘅777-300ER 經濟艙究竟係點。777嘅經濟艙係用333佈局，前後座位距離大概有86cm， 加上47cm 嘅闊度，比自家嘅 A350 經濟艙仲要多1cm。數據上睇就的確幾唔錯，不過可能因為個扶手相對厚少少，坐落去又唔會覺得同 A350 相差幾多。座椅上係已經配備好枕頭同薄被。咁我都特登撻咗對酒店拖鞋上機，諗住搭長途機會方便同舒服啲。加上呢個機艙嘅燈光都係暗暗地，有少少黃昏嘅氣氛，所以一坐低就已經開始覺得幾 relax。咁我都試咗下個頭枕，就唔算話可以調得好高，不過都幾厚幾軟，基本上夠用。至於長途挨落去會唔會容易變形，就要一陣先知。腳部空間一向都係日航嘅賣點，呢架機都唔例外。坐低之後，膝頭前面仲會有少少額外嘅位，唔會話好容易頂到前面張凳。不過座位下面個雜誌袋就鬆少少，有時會壓到對腳。呢張餐台打開之後都可以再伸縮嘅 ，size 算係幾大，而且幾實淨。雖然今日呢架777已經有21年機齡，但暫時睇落嚟，機艙內部啲保養都算做得幾好，感覺唔會話好似好舊咁。咁睇到呢度，而家就準備出發去芝加哥。我哋起飛後再一齊睇下東京出發會唔會有啲咩好嘢食。而家飛機升到巡航高度，機組人員就開始準備晚餐。咁喺大家等緊嘅同時，佢哋會先派啲嘢飲同零食。比較特別嘅係，日航有款自家特調嘅土味果汁，好多人會點呢個，都幾好飲嘅。咁我嘅座位就冇單獨打印嘅餐牌，要等空服推車到面前先俾個 menu 我揀。今次有 A 餐嘅腩肉壽司飯，同埋 B 餐嘅番茄雞扒香料飯。咁兩款都係焗飯，不過以飛機餐嚟講，圖片同實物都幾相符，賣相算幾靚嘅。跟餐仲有一份沙律，日式雞球、三文魚、薯仔沙律同埋西蘭花沙律。有樣嘢我覺得幾細心嘅係，佢會有張紙仔詳細列明返食物嘅種類同成分，等大家唔使估下自己食緊啲乜。味道方面其實唔差㗎喎，番茄飯睇落好似鮮色啲，但又唔會太多醬、太重味，而且仲配埋溏心蛋。飛機餐上都真係幾少見。腩肉飯呢個份量就算幾好，比我之前由外站飛東京嘅航線豐富多好多。
我覺得日航東京出發同外站出發嘅餐飲差別都幾大，例如金城基嘅雪糕都係限定版本。仲有就係飲品方面，我見其他人點果汁都係倒大半杯左右，所以我就直接點啤酒，佢哋會成罐俾我，咁就唔會話飲兩啖就冇晒。另外用餐嗰陣，空服係會要求大家將張凳調返正嘅，但同時都幾快開始收餐，感覺好似都係得10幾分鐘食嘢。呢架機嘅娛樂系統就只有中日韓英文4種語言選擇，點入去大概有7個分類，例如電影、新聞、音樂、遊戲呢啲。個界面睇落就有少少舊，不過操作上都唔算太複雜嘅。戲嘅選擇就算一般，多數都係日文戲，不過都會見到少量嘅 Disney Plus 同 Hulu 嘅內容。如果平時中意睇荷里活片嘅話，新片嘅數量都未算話好多。新聞資訊台方面就更加冇乜選擇，而如果想玩下 game， 可能因為個系統同屏幕都有少少舊，操作反應係會慢啲嘅。不過其他配置就幾就手，例如 USB 插口下面仲會多個格仔，方便放喺耳機或者係手機。另外呢班機都有無線上網，坐經濟艙嘅話，日航係會贈送1個鐘嘅。不過網速唔可以期待太高，叫做可以勉強發下訊息。如果想睇片或者 upload 下嘢，就真係未必做到啦。飛北美呢類長途航線，日航就唔似好多美國航空公司咁全程開行冷氣，我反而覺得佢哋艙內嘅暖氣開得幾足，所以今次飛我基本上全程都冇用過張被。但如果你本身比較怕焗又瞓唔着，想夜晚繼續睇戲或者捱下時間嘅話，帶定少少零食上機可能會好啲，因為呢班機嘅中段係冇三文治或者杯麵之類嘅小食，飛到半路如果肚餓，選擇就真係唔多，全程基本上得2餐，晚餐同早餐。今次嘅早餐係比較美式嘅 pancake， 再加上2條香腸同 hash browns。整體就偏乾身少少，冇乜醬汁嘅。另外都會跟翻一杯 yogurt、生果呢啲比較常見嘅搭配。我覺得就屬於可以頂下肚，但又唔會特別想食多一次嘅嘢。降落前都順便去用下機尾嗰個洗手間。經過10幾個鐘航程之後，都仲保持得幾整潔，而且仲有紙杯，方便刷牙或者啷下口。不過個空間就真係比較窄啲。但以一架飛咗20年嘅777嚟講，個保養其實算係唔錯嘅。臨降落芝加哥前，就講下金程機嘅整體感受。雖然呢架波音777都已經有翻咁上下年紀，不過個 Skyrider 座位我覺得依然係幾唔錯嘅。10幾個鐘坐落嚟，膝頭都唔會話屈得太辛苦，腰部嘅支撐就比想象中好好多。日航嘅機上服務就唔算話特別多，不過例如餐飲食材嘅列表呢類小細節，其實都睇得出係幾細心嘅。至少食緊乜都清楚啲，又可以少啲問空服。其實由亞洲飛北美，如果唔想特登加錢揀 Premium Economy， 但又想坐得舒服啲嘅話，我覺得日航嘅長途經濟艙都算係一個幾穩陣嘅選擇。唔知大家又覺得有邊間航空公司嘅洲際長途經濟艙值得一試呢？不妨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。咁今期日航777影片就到呢度，大家如果鍾意嘅話，記得按讚、留言同訂閱。我哋下期影片再見。